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9月初10，诗篇34篇第1节安尼讲：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学了伊的话，也要常常伫我的嘴。三角来祈祷。阮时刻爱学老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要学老甲感谢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主。我要用诗歌学老上帝的名，用感谢称伊最大。主啊，世间的一切拢是你的手所创造，四季的运转拢伫你的掌理下。你予阮的每一天，也拢是照你对阮生命的安排。主啊，愿恳求你帮助阮。互阮知影用学老甲感谢来诚做济献互你，因为学老你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内出，阮也要时刻来称颂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时刻用学老甲感谢献互咱的主，也伊要将伊丰盛的主爱赏赐互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